大基本先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最近北部的天气较湿，今仔日要跟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湿湿一湿，读第4条。湿的意思是讲一个物件或者是空气有水分，唔是哒哒的感觉。像讲这领皮湿湿，嘛当讲是物件变做有水分，像讲这张纸已经湿去啊。另外一寡布或者是纸抹互淡，咱嘛讲湿，像讲甲面巾湿互伊淡。到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这个湿意思就是淡，也毋过咱即卖用法，湿的质感有水气，若淡的感觉是水分搁较济。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风湿，会当讲是一款症头，因为身体免疫细胞失调，引起到侵犯体内组织，长时间拢有慢性发炎的情形，咱讲是风湿症。特别是温度较低、湿度较悬的时，身体关节、筋肉拢较会酸痛。第二个词就读做湿湿，就是小可淡淡有水气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天的天气较湿热，空气湿湿，若衫较袂搭，有风湿的观众朋友嘛要特别注意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湿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